以前帶個女去上興趣班咧，上完堂一定會有一個環節就係揸住個作品影相。我好中意呢個環節，我個人就唔介意嗰日做出嚟作品又好醜啊，因為我知道影好晒啲相之後咧，他日一張一張睇翻嘅時候就會見到個女嘅進步。呢一個滿足感咧係足夠令你忘記賺錢養大佢嘅辛苦。所以 document 成個過程咧同結果其實係同樣重要。當我自己開翻興趣班嘅時候咧，我心裏邊一直都希望可以放大家長喺呢方面嘅滿足感。所以喺我哋雪香園同樂會入面咧，我特登將一間班房改變咗成為一個專業嘅攝影棚。咁喺做生意嘅角度嚟講，當然就係少一間班房就賺少咗錢啦。但係我喺度諗，如果每一個小朋友每次做完嘅作品之後咧，都可以入去我哋專業嘅攝影棚入面，俾啲閃光燈係咁閃下閃下，好似自己一個大明星咁樣。咁一期課5-6堂，每堂都會有機會影相。咁樣久而久之咁樣影落去，佢哋唔怕鏡頭，就會越嚟越自信啦。咁影作品整得靚，你仲可以攞埋嚟做 portfolio， 即係諗落都覺得開心。所有報讀我哋雪香園同樂會興趣班嘅小朋友都可以有專業攝影棚影相嘅體驗。落堂之後，家長就可以喺我哋嘅 app 裏面下載翻小朋友嘅相。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同欣賞我哋呢方面嘅小心意啦。